可能講翻 BB 嘅時候啦，即係 BB 即係又第一次做媽咪啦，就會好緊張啊！飲嘅奶嘅溫度點樣啊？咁我哋媽媽哋係揾呢個位去試水溫噶嘛。咁佢就擠落自己個口度試，你明明佢話唔熱啦，哇嚇！喂，其實 BB 個口同大人係唔一樣噶嘛。咁所以我就會猛整呢樣嘢咯。但係佢就比較求其啦得㗎啦咁樣，我就同佢相反咯，所以呢啲位有陣時會好猛震。其實好多時我接觸一啲嘅個案咧，小朋友嘅個案咧，都有問到即係爸爸媽媽嗰個參與度啦。譬如好似我有一個個案就係其實佢自己媽媽都係專業人士啦，咁即係爸爸媽媽都要返工啦。咁第一次做媽媽嘅時候，當然有好多嘢都要準備，好緊張啊各樣嘢。咁然後佢就同我講咧，原來佢個先生咧，基本上喺0至1即係初生或者即係嬰兒嗰個階段咧，係冇乜幫過手換片喎。咁佢係話因為佢工作好攰，佢需要有即係足夠嘅睡眠咯咁。咁但係媽媽嘅角度，咁我放產假就可以啫，但我放完產假其實我都攰㗎嘛。咁然後一路咧，小朋友成長嘅時候，其實個媽媽就覺得好多嘢其實都係自己要負責啦，去決定啦。咁可能係問即係老公嘅意見，咁老公就話呢啲嘢你搞得㗎啦。咁好多時候呢啲位就會俾到壓力媽媽咯。